Слышны вз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, звезды замерут до утра.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,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вечера.找到曹晃。学长，这间房子是曹晃租的，里面窗户都关得紧紧的，大门也反锁。陈氏的房间找到铁盆，里面有烧过的木炭，一看就是烧案自杀。 死亡时间呢？法医说超过72小时。他的遗书写在里面，就放在身边。事情都要给提铺。 我想，我迄只唔摕咧，比迄本调查岛，唔当也去搞落去。不过，底下金钱，我会先讲清楚。自己条，迄硬要记条改死，记条全部改死。 会比牙齿保严术，我也会请做一个神的，牙齿很难比一个亲密。虽然过多辛苦，我爱两啥清啥嘛，唔是演过嘛啥，一时都加场灾难，规边牙硬神，牙齿地比同神，本强。 用啥相对比较重，重新振作。不过清点现嘅系王桂发、沈春兰、李子玲也三杀，一连串嘅少年铺，青泥沙本雄属郑明雄，小贩从此逍遥法外。 我知道你的家人，也知道你住的地方。只要你乖乖，别乱讲话，
这不会有事的，是他吗？李子，那只无但有强势嘅太好杀，空电拿技术害，面骗天数，连报警主谋，甚至无良心讲罢了。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那你当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比如说勇敢救命之类的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好，那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，再跟我们警方做联系。因为你手夹一夹，惹到麻烦。无证據，我用人講啊。唔過哪有真靈啊？唔講我太好爽誒，我冇講嘅啊。佢講嘛解就冇看到啊。哪有可能？個事情就啱嘅啦，你個人吼，佢哋個人無辜。不可能，冇可能啊！你們是警察哎，應該去查，應該去查，叫他們去查啊！王桂花，这個無前途嘅，搶啲惡奴把皮，本批害人hand較痛苦，根本無資格做警察。事情發生大概就是這個樣子。大家都是女孩子，你的心情我了解。你放心吧，警察不管的，我管。真的吗？你要相信，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公理跟正义的。不過，也有請喺艾亮沙單方面嘅想法。艾亮沙太天真嘅，只願沈春蘭一下就知道真相。不過，伊唔但冇留艾亮沙天數，點到伊強下真英雄。牙齒手安尼含恨刺殺，天頂處啲鼻頭，用出證明上老相反，一次小有法外，也兩雜，實在怪事。不過，其他看起來無相干嘅人，王桂花、李子玲、沈春蘭，無想俾老牙子害死嘅凶手。按多年來，來做一個無名無相嘅細路，背面老太多嘅視察嘅。
一摆，大夫去抢银行经理吃饭，意外谈到的情报，有哪样子，就重新倾倒希望。是3年内，爱迪爱多元素的世界，总算到的。李统，这澳所在，敢有价值我买？杨哥，我甲你讲，你莫看这个地不好，练完了后一定会起。定起，你是讲，即摆这个地皮有人咧炒？你听我讲，即摆知的人无济啦，你买上好是趁钱嘛。趁钱嘛？嘿啊。啊，车顶阁毋行，你在等啥？等警察咯？歹势，龙哥，莫紧张啦，等车位啦。不错，硬老爷其实个带查清楚股票，计顶线对证明上下水，计勇士，计破产的，也怪是个香菇汉地，假波赢，怎么开始？硬调是第一菜进红挪杯，然后证明上讲法，电脑甲输的。再用笔筒开发个消息，上给失掉，对一个基本上半身个人来讲，眼根本就会惊伊。阁无对啊！上可以发财，怕死人啊！无靠这，啊无靠你哦。还有一集内线消息，不过行弟真会改。什么消息啊？笔筒开发。笔筒？我甲你讲哦，这绝对无毋对呀。迄几个哦，做土地迄个砍狗的哦，大家我嘛熟悉。哦，我敢问这个代志，伊阁惊一个呢。哦，啊，佫你问我讲，啊，我哪会知？哪个条讲的嘛？我哪有可能这样讲呢？那种好事当然也是用你的好，开发笔筒的事，俺本来要无骂心，无想到3条过记老爱真实的，20号嘅开始，让他监听那个心，一条保守嘅路。还无办法对着。你个台北迄个毋是甲银行正常吗？啊你请甲斗3工者，我足紧就撇啊！来啦，麻烦者，好打啦。喂，听到本？伊迄边说，加一下，哇！我吃酒豆腐放水杯，我要食神哦。其实无上嘅暗怪，不过
伊上倒来愿望是个阿姊，手酸下天佑，爱要现。今日暗晡，会留证明上的死神跳脱笔筒。17日自杀，眼神模糊的破散剑术，跳笔筒自杀，无用的衣服，惊死伊。各位班员，来强用笔筒开发做理由，牢记着一家偏多庄严。硬有把握，记着一天买落去。到嘞，哎，用力抢。记着抢敌，这家后背的金主，杀唔伫所有的金主，其实强杀，手黑爱。相图的，也意外出现，其实对硬的鸡巴无影响。不过，佢竟然跟肉夹真相，被爱不得不此人灭口。无彩，也是歹的。青衣沙本沈春兰、李子玲这有题。就这样。就逻辑推论来看，这一切好像都很合理。太过完美的逻辑反而不真实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在完美的逻辑背后，或许有其他事实存在的可能？他都下这么大决心要杀人，而且又躲得好好的，干嘛要自杀？而且剩下那2个人，为什么要这么容易就放过？天公啊，求你有水白金来，求你，天公啊，只弄爱天数，求你。唉，冤冤相报，不过都那了死啊！干嘛啊？我记者我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啊！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曹网他姐自杀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？
懂点某，嘿，就我。条家，今年阿母讲今年嘅年系错凤，不过 DNA 没讲跟迄错凤家子杨雅婷，哈。有没有可能？警察讲，错凤报告迄人，佮用史家子研究水本记，救其一命，因为伊是造血系统，故说伊个 DNA、血型、身体，都有可能会被安尼改变。原来迄暗的。不管用会讲，伊也肯安尼哦，已经明了的啊，太家手唔使用夹夹擦擦的，嘿。佢要用警察查得到。毋对，大头差唔多咧。毋过有件事，眼睛好奇。乜嘅事情？待到总演嘅一段时间，反美、王贵法做本人辞世，两啥都冇发现自家一撇错放嘅目标呢？如果我知道，我怎么敢继续住在这边？懂点抹扣你啊，小姐。这遗书的内容，老子你的统计写都按清楚。不过，这犯案的手法，啥讲都冇讲，系唔系太唔正常的哈？系哦，毛毛的哦，像汤爱讲，出题内面唔错。哎，爱呢，爱骂你啦，名侦探阿凤的呢，阿凤。一封啲 iPad 嘅遗书，真想听错唔单唱安尼听听。就讲唔用啊哈，冇事啊。其实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拢想人讲。哪个事？讲啊。就是不管有乜嘅困難，實就係無法度解決問題嘅。唔掂乜嘅啊？喂，我可能冇，我見過太風太浪嘅。太風太浪，唔知幾多歲啊？其實我從細個卡就冇幸福，我就放棄自家，離家出走，食土，乜嘅壞事我冇做過。係講咩阿上白人係聽書，幫我條路做。给人鼓励爱读书，冇听错，爱做就小睇了。阿上伯
真经是一个好人。是啊，无看佢平常对眼哋太细上哦，其实佢人会看做像佢妹一样诶，佢啊希望会做一个好人，一个快乐嘅好人。故说，迄个要辟条路好行，爱做乜嘢冇快快乐乐过日子咧？来，系嘛？快快乐乐咧，系嘛？不管有乜嘅困難，是就係無法度解決問題嘅。学长，用啊！杨国公，笔筒给我内如果没有新的东西，就赶快结案吧。遗书内容里面还有那么多的疑点，有多少共犯？犯罪动机是什么？这些疑点都还没有厘清，你要我怎么结案啊你？又没爱讲诶。上来，阿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乜嘢啊？警察答應做乜㗎？佢哋講一個案呢，差唔多咧。差唔多誒，有乜可能啊？佢廚房用板匙應該調落米去，都查清楚誒。你看看你，大惊小怪，那些戴帽子的都一个样，我很了解。警察有警察嘅做法，硬咩唔對。不過，唔好太小看佢條手迄。夾破也好啦，無你筆筒同我到處邊個兇殺案嘅現場，真要用來做啊？就是。有嘛檢查？筆筒本來就是本人自主的啊。
几日无困倒去，怎无心情？初恋的世界，挑你挑呀下清醒，下到一幅一幅，下过一种又一种。阿芳啊，过来啊！你第个按叫摸喊嘛个摸？嘛嘅？免费啊！哦，佢讲去看悉尼日线啊。歹势，吓到你咧！无事，也拄好要上请你。亲爱做嘛个？请问唔伫厨房一个人要计几多？你用办法认为，也会了解该怎人呢？你伫开宗庙？哪会庙？唱歌跳咧，一般人唔会做到安尼。嘿哦，佢动好强烈哦，是人讲的洁癖。佢跳一摆来啊，我是看到咧。哪个时节？差不多半年前，佢虽然有老爱听病数，不过佢对人冇嘛上家门，我对佢没冇嘛了解。哦，佢拜神哦，当虔神哦，一开哦是开洞球哦。叫带其他人来过冇？冇诶，是冇图片人来，是佢一下来。该怎人爱祈祷，佢唔系反应呢。放松一点，别紧张。来，先喝口水吧。
喂，喂，明飞，迄个啦，小军啊，我唔讲哦，用我开个各种的同学费啊。各种同学费，因唔是太好同学嘿。拜托，会迄太好同学咩？迄各种同学啊，计公司嘛老阿美老学分，大概就一笔同情了啊，唔记得来嘿。无，原谅我唔记得。好，外地啊，外当大饭哦。明飞啊，你让我一已经坐到两边了。你做嘛跟唔老实讲？你该讲嘛该啦，俺用个无老实讲。我想起来，我各种个时间，本人送到笔筒度，险险惊喜。我明明带过庄严，你做嘛跟爱骗我？是你啦，来抢迄无相本，我转去头摆痛苦中，来整起迄味道唔好。我都带出马个事，歌场，来要买当详细，来抢记得。甲两个事人伫笔筒揪起来的时间，送到伊的去，粉碎两面。想过了以后，唔但将想起来发生乜个事情，连同笔筒有关的事情，免完全唔记得了。那段时间，规张以上变态伊的，有时间。
唔像拔电样的上海之间的。两年我都要好好老聊，带伊去谈，想要离开了笔筒，重新开始。这么下来，这两时到底发生哪个事情？妹已经笑起来呢。唱有一部分听听，也係喺問題，也真話嘅愛得到比同多。我做肚脐的呢。哦，干一煮。你要煮宵夜啊？不行啊，你是房客呢，怎么好意思叫你下厨？哎呦，大家都熟了，不要再分什么房客不房客。而且我们小房煮那宵夜啊，哎呦，每天都一样哦，腻喽。你们客家话怎么讲？那鬼嘞？哎呀，你去梦屯呐，很香嘞。啊，来你煮。啊不用麻烦，我来就好了。不然这样好不好？麻烦你去帮我买那个芝麻酱。芝麻酱要干嘛？我今天想弄凉面跟味噌汤，可是厨房里面没有芝麻酱，麻烦你一下。你的意思要乜嘢？青菜啊。哦，今日就来买，你啊，你超过点有较热，你要等解下啊。麻烦。慢慢来啊，我先把汤弄起来。那鬼了。真闹呢。
计嘛爱将两妹嘛爱因丢。你还是不承认？光是这个，我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告你杀人未遂。为了让大家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同时也为了让阿祥伯心服口服，如果照警官同意的话，就让我来从头说起。首先，要说阿祥伯是凶手，不如说他是背后的藏镜人，还比较接近事实。没错，下手杀害小贩跟王贵发的人的确是曹晃，不过充其量他只是个被操纵的傀儡，而背后操纵偶线的那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阿祥伯。反美死体嘅安部，其中嘛嘅爱慢慢出音咧。一个问题，一直都谈到阿茶树妹讲嘅话，係真相同。佢講，嘅安部看到反美見世書，一個碌碌卜卜唔好細神嘅人，兩步一下按好槍咧。其實。佢看到嘅唔係反美，係叫做反美嘅嘲諷。有暗用的前提，本數嚟咁唔太常講，一個有潔癖嘅嘲諷，用愛叫做反美。因為一下嘅反美做出事了，還本嘲諷跳到筆筒度。嘅安部反美提早離開，轉到警方，拄好拄到看到假監督嘅嘲諷，兩手打起來。嘲諷老反嘅詞死，不過佢哋清潔手尾有人躺到上來看，據說老反美嘅死神空啲三處，做反美嘅心對小美門離開。唔錯啊！那幾個公司，來另外講嘛嘅，幾通電話係咪？幾公司啊上班很大天花本反美。八妹啊，哦，你真那味的。反美講已經過圈3鋪，
警察要证实嘞，要同天发给同这家生意对诶。其实这勇士叫天发的，唔是反美，是嘲讽。因为嘲讽就反美嘅手，要顺势带走3度嘅书记，也在意外嘅好运势，还甲本大家相信。反美还少。喂，翻嚟啦！現在去到邊啊？應該嘲諷，你老幾次睇咧？哦，喂，這家生意對咧，啊？不对啊，如果曹晃伴着小贩出去的话，他怎么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啊？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冇嘅，我要他出老唔讲。为到撇下比同嘅传说，还有自从2年次年嘅家乡，反美嘅死神，绝对做唔得留到3处度。艾腾曹凤应该系先破坏校门嘅监视器，嗰利用窗门老死神扮出去，个神不敌鬼不觉，追到比同顺跳下去。重点来了，做乜嘅出出入入，监视器都冇翕到。真简单，因为有4个。总演度给你一招监视器，丝线就留了4个，然后要条4个连起来，手会一条。看唔出来嘅运行通透。爸弟耶，曹凤在正常的时间，却行一般监视器翕的多的路线。不过，叫做坏事的时间，却行一条运行通透。我们就是太相信监视器了，所以才会忽略监视器。唔错。曹凤驾做反美出门后，又夹夹对运行通透入来，早做无事情嘅用诶，对夹监督出来，本监视器翕到，同时要本大家看到。为到制作反美寒伤嘅家乡，曹凤还转到反美嘅监督。调试汗水，本理智灵堂度。像有一个人做会出一条运行通透，但像有几封锁匙，做得用监视器杀嘅4个，就很一个强犯阿上吧。可是这王贵发是怎么死的？还有啊，那天我的生态摄影机有拍到从水里伸出来的手，可以运用的哦。迄讲我想嘅冇唔错，就是曹凤嘅事。曹凤爱王贵发去仓库拿米水种批，米的水度爱吃大年大早。做位顺笔筒嘅阿上伯，其事先留下用气唔拉嘅水飞，王贵发面对水度嘅时节，发现用气清价出冇咧，冇想到一个时节，
做另外一套灭水中屁嘅嘲讽，伫水度出现，来定记，唔本记上来。王桂花手按呢，真死咧。等到天光，手板嘲讽刺阿上吧。我推想，佢调试金戏，唔本用看到水飞嘅坡，故所用装备翕到灵异画面。曹凤唔见得高晓，外地行监督，前代嘅高面有嘅孔有关。阿峰讲，佢看过曹凤皮肤高面。我想到沈春兰嘅那种面貌，那度嘅恐怖质做得美容，不过对体质体素嘅曹凤来讲，稍微产生严重嘅高面。尤其係比同度嘅奶，總係發現嘅時間太慢咧。那可憐王桂發，他根本沒有想到你跟曹晃不但是共犯，而且還一起設下陷阱，把自己推進了地獄。一堆人都用談嘅，我人曹晃根本都冇做事。再講，以防嘅鎖匙係千普通嘅鎖匙，每人都做得起大起來。桌上這個東西呢，叫做治水法，我想應該很熟悉。這是從曹晃躲藏公寓上面的熱水器拆下來，而且它很新。我照上面的流水號，找到它的零件上，剛好購買人的長相就被店裡的監視器拍得一清二楚。阿香伯，我想你做夢也沒有想到，那個破舊五金行裡面竟然裝有監視器，而且還是最新的。你當初告訴我你跟曹晃不太熟，要是你跟他不熟，你怎麼知道他住在哪裡？你又怎麼會幫他修熱水器？曹鳳根本唔係刺殺，迄本還是嘅。對於個有潔癖嘅人來講，所以老空氣污染，必記愛讓門窗關閉。唔像係利用一點電熱水器嘅治水法同數據，治水法係快鐵，水流老牙齒打開。產生一氧化碳，曹鳳就按呢唔到啲嘢刺殺咧。唔再個轉來下架秘書，不知做小攤刺殺嘅用誒。唔驚警方發現，故所。唔幫一扎新嘅治水法，冇想到電到留下關鍵嘅線索。同樣是死於一氧化碳中毒。再加上屍體已經發黑浮腫，要查出真相的幾率，那就是微乎其微。唔嘅用心，等到變做破案嘅關鍵。咩啊？你都冇證據，這條命我應該係死嘅，哪個都冇關係。你全部想起來了，阿雄爸。這樣是此時阿里，老外咁多比同度嘅人，就係我。
不好？这阵子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一直发烧，而且情绪也不太稳定，好像在生气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想大概是太久没看到他爸爸了吧。妹妹，妹妹啊，妹妹，妹妹啊！喂，条哥。阿峰，都整理好了啊？当初呢，佢在数。明白。都无简单，人硬记忆全都转来，才发现其实无想到，较欢喜，系无？欢喜也好，艰苦也好，都係我人生嘅一部分。少一啲就冇完整咧。是要出远门啊？我啦，我想去政府卡，还想回校念书。我想把迄啲一定會討人歡喜嘅。我想吧，我也想到佢，當然傷心啦。好吧，这个案子呢，其实还是有一些后续。我想透露一些，应该也没关系。好啊，这边坐。我去倒水。先说李子玲跟沈川兰吧。侦讯的时候相当的顺利，他们很快就承认他们是受人指使。
包括沈春然包庇李子莹偷拍，是为了让李子莹不离开庄园；而李子莹偷了沈春然的猫，是为了引诱沈春然出来将他杀害。人嘛，为了钱，甘愿被利用，互相陷害。我来猜猜看，沈春兰在浴室摔倒那一次，应该就是曹黄准备下手，可惜被李子玲的偷窥给破坏了。李子莹承认她偷了内衣，不过她没有带走。妙的是，最后内衣还是回到她的房间。那不用想啊，一定是曹黄放的。至于阿祥伯，他一直不愿意配合。好在那个曹晃不是笨蛋，他在死前呢寄了一个硬碟给他的朋友，我们才能厘清案件的疑点，包括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。原来半年前，曹晃杀死郑文秋，准备要在平塘溪射时，被阿祥伯看见。阿祥伯本来要报警，但曹晃说出他的冤情。以及平常背后的利益，阿祥伯心生歹念，于是他们开始合作。你也不遇到咁死意啊？你也不遇到。之所以模拟食物链来杀人，是为了要误导警方往谋财害命的方向来侦办。其实这根本就是个仇杀。那个晚上，曹晃攻击我的时候有点犹豫，好像不是真的想要置我于死地。我猜，可能是看见我皮夹里的骨髓捐赠卡吧，想起他自己也曾经得过血癌。他下不了手，应该很有良心啊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他的？我的房间，我发现我房间的东西变得很不自然，不是我习惯的整齐，所以我才知道。这些事情都跟曹黄有关。就算事证明确，阿祥伯还是不肯认罪。不过他想要独占皮塘的利益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他急需要钱。仇杀的背后，还是谋财害命。我想见阿祥伯。无得个好事件，该讲的嘛都讲的，而且提供猥琐天天，该条人命每一条命迄个词的。阿雄伯，莫紧张，俺唔系警察。跟着看来做么办？看衰眼。但迄个人唔讲，阿英仔差尾个情形无嘛好。护士讲，可能迄太久无看到阿爸咧。毋过毋是少，若有去看见，你老记讲阿爸个惨的亲无限，无时间过来。阿英二老平时庆祝快乐，安尼。阿爸怎唔会笑？阿雄伯，俺人有保证，阿英有通倒咧。
为啥？应该应该是个容易也不可能的事情，应该还比得表安必要的，都应该。我唯一嘅愛阿姨，因為出車禍，身邊都吃不起，那個新冠度，一直通過愛唔這個事情，本來我知道我嘅醫生有半點意思，一直都讀到阿查說明嘅愛阿姨以後，我將重新。做是該是，因為阿里老阿姨受到強要安定影響，社會愛本來對阿姨嘅父愛，轉到阿里身上，咁我細年無法度接受阿姨嘅父愛，第一擺嘅誤會當中。冇生意，殺了老阿姨歡喜。你試試看嘛。哎，來穿穿看嘛。哎，過來穿嘛。幹什麼？穿穿看就好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阿姨，就按了四點一。該兩時，我真嘅嚇到人隆隆重重，唔知點樣個實質。我心肝肚，將想到個阿姨是要人照顧，我絕對做唔得錯人咧。我夾啦，你嘅就買到筆筒水，冇想到，我幾隻高層，十分看到。那你嚇到我唔知有個啥，我是我都印象，我絕對做唔得錯人嘅。昨天晚，我想下，連叫我滅口啦，就讓我用到筆筒水，想要讓我清醒啲。我想到該了事哦，再有人來啦。我實實在意哦，讓救起來，你知道嗎？讓救起來了。快來啊！你進來，救你！趕快！雖然冇死到，不過從此你也失去太部分的記憶了。我明。也沒讓帶離開莊園，從此無聲無息。18年的時間都過得一夜，你才險峰走出來。你講強勢放棄技術，也係讓莊園偏賣不來的，也就冇些事。可惜不留下了。牙語安靜，但你將隨時恢復記憶。唔開愛，我會以悄悄地一下把事情做好些，我就加粗暴的說，斬草除根。
也在土地都带很用诶。真件迄月来操作啊！本来我老厨房钓久，想要骗赢球，便宜买回来，无想到赢球啊，好点点才会死落去。条面上迄个，像一个较熟识的退术，来伪错庄严功夫假的真理，让同事听听，唔就出现嘞。唔爱诶，像迄庄严，也着人老因无言无数。其实，你做对某本比较发生，敢唔系？无法度啦。你有无法度？喺厨房冇保数，敢有可能？厨房仔细翻嚟間，把เรา廚房凹到嚴格起來。廚房，事情忙起來好些，你家同事啦。冇嘢事，我會處理。不敢不處理，做事情唔用評論，做乜嘢事啊？查手做嘅，冇用嘅。講吧，講到嘅事，真件唔咩分割，所以其他講唔談到事。迄以為該等嘅全部都喺廚房響落，當然談入吧。鋪茶，鋪茶。你有听过皮糖的诅咒吗？听过。当年啊，惨案发生之后，私塾先生杨富春他离开了桃园，回到新庄，在他自己家传的族谱里留下了他发掘的事实真相。当年陈范两家的冲突，眼看着就要在杨富春的奔走之下慢慢和解。没想到官方他为了方便治理，他怕百姓过于团结导致民变，竟然设计了一场性侵案嫁祸给对方。于是，一场血腥的械斗就这样发生了。这些恩恩怨怨到后来日本人来了，就慢慢淡了。有关于皮糖的诅咒，都是后人参照附会编的故事而已。你会留下来吗？望船來嚟。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问你，什么事啊？逮捕阿祥伯那一天，你怎么知道是他指使沈春兰还有林子玲下来？我看到了。看到。发现有条隐形通道以后，我装了几个针孔摄影机，补足每个死角，包括皮糖边。所以他给李子玲的字条，我已经先看过了。李子玲在饮水机里面下药，她自己绝对不会喝。以陈伯细心的个性，他一定会另外找一个保险。所以他才叫沈春兰去主刀。所以我才叫你过来。